当时这到你们我自己介绍一下你们我找名字嘟嘟么你叫我嘟嘟我今年30岁我的生日13号4月1995年我是单身我想学佛照读我的体重45公斤我的身高150厘米我读书刚学我有家庭7个人他们我的父亲2个弟弟2个妹妹我是第一我们住在母国我有2年旅游工作阿公80几岁我不住家里10个人阿公阿妈老板娘阿公帮忙冲凉帮忙洗澡换衣服换尿布拿给吃东西拿给喝水帮忙做运动他会自己慢慢走路我会好好做家务工作扫地抹地拖地洗服晾衣服洗车煮饭我会做中国菜炒面炒饭炒米饭鸡饭中医我会做米粥鸡肉汤 ABC 餐我会说一点点英文和讲华语我要来新加坡工作我要挣钱我要这个照顾我的家庭我的未来如果你给我机会我想来你的家工作谢谢你们听我的介绍再见